各位午安，歡迎參加由公司註冊處為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舉辦嘅網上講座。咁今日嘅講座呢，我會首先同大家講解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申請人同埋持牌人佢哋需要注意嘅事項。咁之後呢，我會簡介喺2025年3月作出咗修訂嘅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指引，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適用裏面嘅一啲主要嘅修訂。咁而最後呢，我會同大家分享關於喺書面政策綱領啦，以及呢過往我哋同持牌人會面或者作實地巡查嘅時候發現嘅一啲嘅缺失嘅。咁或者我簡單嘅同大家回顧下先啦。咁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發牌制度呢，係2018年嘅3月1號就已經開始實施㗎喇。咁而除非你獲得豁免啦，咁任何人喺香港經營或者已在香港經營信託或者公司服務業務呢，佢都需要申請牌照嘅。咁亦都需要呢符合適當人選嘅準則，先至可以喺香港經營提供信託或者公司服務嘅業務。咁而任何人啦，如果喺香港無牌經營信託或者公司服務業務嘅話咧，即屬犯罪噶。一經定罪啦，最高咧可以被處罰款港幣10萬蚊啦，同埋監禁6個月嘅。咁而規管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發牌制度嘅條例咧，係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第615章裏面嘅第5A 部。咁我哋以下會簡稱打擊洗錢條例噶。咁而公司註冊處啦，係負責執行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嘅發牌制度。咁為咗讓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佢哋對發牌制度有清晰嘅了解啦，公司註冊處處長咧係發佈咗以下3份嘅指引噶。咁第一份呢，係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發牌指引。咁第二份呢，就係根據打擊洗錢條例第7條發佈嘅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指引，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適用。咁以下呢，我哋會簡稱呢個呢係叫做打擊洗錢指引㗎。咁而呢份嘅指引呢，已經喺2025年嘅3月作出修訂啦。咁我會喺稍後嘅簡報裏面呢，再同大家呢作出講解嘅。咁而第3份嘅指引呢，就係施加罰款嘅指引。咁喺申請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或者申請牌照續期嘅時候啦，以下嘅人士咧，佢需要咧被評定咧係咪屬於適當人選㗎。咁如果申請人係屬於以獨資經營人身份去經營業務嘅個人啦，咁就會係該個人啦，同埋每名嘅最終擁有人。咁如果申請人係屬合夥嘅話咧，就係每名嘅合夥人同埋每名嘅最終擁有人。咁如果申請人係屬於法團嘅話咧，咁就係每名嘅董事，咁包括候補董事噶，同埋咧係每名最終嘅擁有人。咁而根據打擊洗錢條例第53B 條啦，以下嘅人士咧係可以獲豁免發牌，咁包括咧佢哋係唔需要去做呢個適當人選嘅評定噶。咁第一類咧就係根據專業會計師條例所界定嘅會計師，或者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條例裏面所界定嘅執業會計師、執業法團或者係會計師事務所。另外咧就係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所界定嘅律師或者外地嘅律師嘅。咁第三類咧就係按照銀行業條例所界定嘅涵義嘅認可機構。第四類咧就係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所界定嘅涵義嘅喺香港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嘅持牌法團。咁而前提咧，該業務嘅附屬於該法團嘅主要業務嘅。咁而最後一類咧就係屬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藉住規例定明嘅類別或者描述嘅人士。咁喺發牌規則方面啦，咁任何人啦，如果佢想喺香港去經營信託或者公司服務業務嘅話咧，咁佢首先咧就之前咧去提交表格 TCSP1 咧去申請牌照嘅。咁而持牌人佢喺佢嘅牌照嘅有效期屆滿之前嘅60日或者之前啦，佢就需要咧去提交表格 TCSP2 啦去申請續期。
咁而持牌人如果佢喺加入最終擁有人、合夥人或者董事之前啦，佢就需要去提交表格 TCSP3啦，而取得處長嘅事先批准嘅。咁而如果持牌人喺佢嘅詳情改變，喺有咁嘅改變嘅話咧，咁佢由佢嘅改變發生之日起計嘅1個月之內咧，佢就需要提交表格 TCSP6啦，向處長申報該等嘅改變㗎。咁最後啦，如果持牌人佢打算停止經營信託或者公司服務業務嘅話啦，咁持牌人咧就需要喺已停業嘅日期之前咧，去提交表格 TCSP7啦，向處長申報已停止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嘅。咁另外喺度咧都同大家講講啦，因為其實我哋所有嘅表格咧都可以透過我哋網站 www.tcsp.cr.gov.hk 啦，你用呢個電子嘅方式咧去交付俾我哋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註冊辦事處嘅。咁我哋呢度咧鼓勵大家咧都踴躍咧去登記成為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發牌制度網上服務嘅用戶嘅。好，咁喺申請新牌照嘅時候啦，咁都希望大家留意翻以下一啲嘅事項噶。咁首先咧，喺獲批給牌照之前咧，你係唔可以去經營信託或者公司服務業務嘅。咁而你去提交呢個新嘅牌照申請嘅時候咧，你需要提交一個有效嘅商業登記證嘅複本，即係咧商業登記證號碼中間係000嘅。就唔係去交一啲分行嘅登記證嘅副本嚇，咁即係話咧中間號碼係001啊、002等等，咁就唔係交嗰種嘅。咁另外咧，因為你都需要去提交一啲最終擁有人嘅資料俾我哋，咁留意翻咧係最終擁有人嘅資料，就唔係股東嘅資料。咁至於最終擁有人嘅定義啦，咁你可以去參閱翻我哋發牌指引裏面嘅第4.3段嘅。咁另外咧，你都需要委任最少1名嘅合規主任同埋1名嘅洗錢報告主任。並且咧需要備存有關嘅文件或者記錄啦，去顯示翻合規主任同埋洗錢報告主任嘅委任同埋職務。咁請留意翻啦，合規主任同埋洗錢報告主任佢哋係需要通常長駐香港㗎。咁最後啦，都記住備存翻咧你已經填妥咗嘅表格嚇，佢嘅複本啦，以便日後咧可以作出呢個參考嘅。好，咁至於個牌照續期方面啦，咁留意翻啦，係你係需要咧喺個牌照嗰個續期咧，喺一個牌照有效期屆滿之前嘅60日或者之前你就需要去提交噶啦。咁喺打擊洗錢條例裏面咧，其實係冇任何嘅寬限期噶。咁所以如果持牌人你錯過咗牌照續期嘅期限嘅話咧，你就需要重新去申請新嘅牌照。咁所以持牌人咧就真係要留意翻啦，記得喺限期之前咧去提交翻你個牌照嗰個續期嘅申請啦。咁我哋咧建議翻啦，持牌人咧喺牌照有效期屆滿之前嘅3到4個月咧就要提交呢個續期嘅申請噶啦。咁我哋咧會喺持牌人嘅牌照有效期屆滿之前嘅4個月，我哋咧就會去發送呢個嘅催辦電郵啦，去到持牌人嘅業務電郵地址。咁所以咧，麻煩持牌人都留意翻自己嗰個電郵信箱會唔會滿咗啦，或者會唔會我哋嗰個催辦電郵咧跌咗落去你個垃圾電郵啊嗰個信箱裏邊啦。咁持牌人咧佢哋係有責任啦，去確保翻佢嗰個嘅續牌申請咧係喺牌照有效期屆滿之前嘅60日或者之前去提交嘅。咁當你遞交表格 TCSP2 嘅時候咧，留意翻咧，你填寫裏面嘅資料咧，係需要同你先前提供俾處長嘅詳情一致嘅。咁如果你持牌人本身佢嘅詳情咧有所更改嘅話咧，咁其實佢應該咧就用一個表格 TCSP6啦，去通知翻處長有關嘅更改嘅。咁如果持牌人咧佢需要去加入最終擁有人啦、合夥人或者董事嘅話咧，其實佢亦都需要去提交翻表格 TCSP3啦，去取得處長個事先批准嘅。咁如果持牌人佢成功作出呢個牌照續期嘅申請之後啦，除非佢持牌人佢自己撤回翻佢個續期申請啦，或者現行嘅查牌照俾我哋處長去撤銷或者暫時吊銷啦，咁否則咧喺現行牌照喺獲續期之前咧係仍然有效噶。咁如果最後持牌人嘅牌照佢不獲續期嘅話啦，咁佢嗰個牌照咧喺不予續期嘅決定生效之前咧，依然都係有效嘅。咁
咁啦，牌照有效期其實一般咧就會係3年㗎。咁所以咧就好似我頭先上述所講啦，如果持牌人佢希望佢嘅牌照有效期屆滿之後繼續佢都繼續去經營呢個信託或者公司服務業務嘅話咧，咁佢必須咧喺牌照有效期屆滿之前嘅60日或者之前咧就要提交呢個續牌嘅申請㗎啦。咁而如果持牌人佢成功提交咗呢個續牌嘅申請嘅話咧，咁即使佢而家現有嘅牌照嘅有效期喺我哋未幫佢獲得個續期之前已經屆滿嘅話咧，持牌人嘅牌照都依然係有效㗎。咁直至到本署咧對佢嗰個續牌嘅決定申請咧作出一個決定為止嘅。咁但係相反啦，如果持牌人佢未能夠喺牌照嘅有效期屆滿之前嘅60日，或者之前佢提交牌照續期嘅申請嘅話啦，咁佢就需要咧提交一個新嘅牌照申請，同埋咧亦都要等到呢個新嘅牌照獲批給之後咧，先至可以去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㗎。咁否則咧佢就會屬於無牌經營，咁就係會一經定罪嘅話啦，最高咧可被處罰款港幣10萬蚊同埋監禁6個月嘅。咁留意啦，所有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嘅持牌人呢，佢都需要去遵從處長根據打擊洗錢條例第53J 條所施加嘅牌照條件嘅。咁包括有以下幾項：牌照人呢，佢需要喺牌照有效期間呢，委任一名合規主任同埋一名洗錢報告主任嘅。咁如果合規主任或者洗錢報告主任出現咗空缺嘅話呢，持牌人呢，佢就需要確保咧喺7日之內委任翻一名新嘅合規主任或者洗錢報告主任去填補翻個空缺嘅。另外啦，持牌人佢需要就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事宜啦，去設立充分同埋適當嘅政策、程序同埋管控措施，並且咧以政策嘅綱領或者其他書面嘅文件咧作為證明㗎。咁此外啦，牌照啦喺有效期嘅期間啦，持牌人呢亦都需要按住處長嘅要求，喺指明嘅時間之內啦，向處長提供同持牌人業務有關嘅資料㗎。如果咧持牌人咧違反咗任何嘅牌照條件啦，處長咧係可以向持牌人採取紀律行動嘅。咁我頭先講過啦，牌照條件第3條咧會要求持牌人喺牌照有效期間啦，佢需要按住處長嘅要求喺指明嘅時間內咧，向處長提供同持牌人業務有關嘅資料。咁表格 SIS2咧就係其中一種咧，佢需要提供俾處長嘅資料㗎。咁本署咧其實每年啦都會透過電郵啦，向所有嘅持牌人咧發出表格 SIS2，咁亦都咧會要求佢哋喺限期之前交翻嘅。咁如果持牌人未能夠喺限期之前交翻已經填妥嘅表格 SIS2嘅話咧，佢哋咧就係屬於違反咗牌照條件第3條。咁處長咧係可以根據打擊洗錢條例第53Z條咧，對持牌人採取紀律行動㗎。咁如果啦持牌人啦，佢哋想加入人啦去成為一個最終擁有人、合夥人或者董事啦，咁而嗰個人咧係需要被評定係咪屬於適當人選嘅話啦，咁持牌人咧係必須要事先咧得到處長嘅書面批准，嗰個人咧先至可以加入成為最終擁有人啦、合夥人或者董事㗎。咁持牌人咧佢可以用電子嘅形式親身前往，或者用郵遞嘅方式咧，去提交 TCSB3 啦、TCSB4 及或 TCSB5 啦，連同咧所需要嘅證明文件同埋正確嘅費用咧，去交翻俾我哋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註冊辦事處嘅。咁以下咧有一個例子㗎，咁就係持牌人啦，佢想加入一個人啦，成為佢嘅持牌人嘅董事啦。咁首先咧，佢就提交表格 TCSB3 啦，咁同埋4或者5啦，要視乎佢情況啦，同埋相關嘅費用啊，其他啲證明文件啦，去嚟去做呢個申請㗎。咁當本署咧去接受咗呢個申請啦，處長咧批准咗呢個嘅申請嘅話咧，咁持牌人佢哋咧就可以作出安排，讓到該人士咧成為持牌人嘅董事啦。咁而當佢已經被委任啦，做咗呢個持牌人董事之後啦，咁持牌人咧就需要喺15日之內咧，去向公司註冊處去交付表格 NDEA 去申報翻呢個嘅委任。
咁同時咧，亦都需要咧喺呢個委任嘅1個月之內啦，係交翻表格 TCSP6通知翻我哋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註冊辦事處嘅。咁如果持牌人佢有啲嘅詳情咧，有啲嘅改變嘅話啦，咁就留意翻咧，佢需要喺佢嘅詳情改變發生之日起計嘅1個月之內，咁咧就去交翻個表格 TCSP6啦，同埋相關嘅證明文件俾我哋。咁同樣咧，佢都可以用電子方式親身前往，或者用郵遞方式咧去交翻個表格同埋啲文件俾我哋嘅。咁以下咧係有幾類嘅詳情嘅更改啦，持牌人係需要去通知我哋嘅。咁第一類就係持牌人佢嘅詳情有所改變，係例如持牌人佢嘅業務名稱啦、營業地址啦、業務電郵地址啦、業務電話等等。咁另外就係如果持牌人佢想加入一個嘅或者咧嗰個嘅最終擁有人、合夥人、董事，或者咧佢本身嘅最終擁有人、合夥人、董事、合規主任、洗錢報告主任等已經再唔係啦，已經冇再做啦，咁要通知翻我哋咯。咁另外就係持牌人嘅最終擁有人、合夥人、董事、合規主任或者洗錢報告主任，佢哋本身嘅詳情有所更改咯。另外就係如果曾經被評定屬於適當人選嘅人士，咁佢嘅適當人選嘅狀況有所更改，亦都要通知我哋嘅。咁仲有一類咧，就係持牌人佢根據公司條例第820C 條去註冊成為經遷冊公司。咁呢上述咧所講啦，都要去通知翻我哋啦。咁另外都要留意翻啦，如果係屬於法團嘅持牌人，佢係進行清盤當中，或者咧有接管人接任嘅話咧，亦都需要用 TCSP6咧去通知翻處長嘅。咁喺呢度咧都想特別去提醒翻持牌人啦。咁佢哋咧其實係需要同時遵守呢個公司條例同埋打擊洗錢條例有關提交表格嘅規定嘅。咁即使啦，持牌人佢哋已經按住公司條例第622章去提交表格，譬如又交到表格 NR1、ND2A、ND2B 等等，去通知翻處長有關嘅更改啦。持牌人呢仍然係需要按住打擊洗錢條例第615章咧去提交相關嘅表格，例如 TCSP6去通知翻我哋噶。如果持牌人佢冇遵守到打擊洗錢條例有關提交表格嘅規定啦，處長係可以向持牌人作出檢控，或者咧去採取紀律行動噶。咁如果持牌人佢咧諗住咧停止唔再做佢嘅信託或者公司服務業務嘅話啦，咁佢就需要喺已停業嘅日期之前呢，去交翻個表格 TCSP7同埋相關嘅證明文件俾我哋。咁佢一樣係可以用電子嘅方式親身去交啦，或者咧用郵遞嘅方式提交翻呢啲表格同埋證明文件俾我哋嘅。咁接住落嚟咧，我會簡介咧喺今年2025年3月作出修訂嘅打擊洗錢指引裏面一啲比較主要嘅修訂嘅。咁咧主要咧有以下嗰幾方面嘅。咁首先咧，我哋係修訂指引裏面嘅格式同埋內容，令到咧呢個嘅指引能夠同其他香港監管機構佢哋發佈嘅相關指引咧係一致翻嘅。咁另外咧，我哋係引入咗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需要進行機構層面嘅洗錢及或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嘅規定。咁並且咧就進行有關風險嘅評估啦，提供一啲嘅指引㗎。咁另外我哋都引入咗簡化及加強嘅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政策、程序同埋管控措施。咁以下咧會簡稱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㗎。咁另外就係啦，為咗促進按風險為本方法去執行簡化盡職審查同埋嚴格盡職審查咧，提供咗指引。咁並且咧，我哋都列舉咗一啲可能涉及較低或者較高風險因素嘅例子，以及咧可以採取嘅相關簡化盡職審查或者係嚴格盡職審查措施嘅例子㗎。咁有關簡化盡職審查嘅詳情啦，咁大家可以參閱翻打擊洗錢指引嘅第4.8章。咁至於嚴格盡職審查嘅詳情啦，
咁我嘅同事高級律師梁文軒女士咧，會稍後咧同大家去講解嘅。咁頭先都提及啦，打擊洗錢指引裏面其中一項主要嘅修訂啦，咁係引入咗信託或者公司服務持牌人啦，佢哋需要進行機構層面嘅洗錢及或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嘅規定嘅。咁而持牌人咧，其實佢係需要啦去進行有關嘅風險評估啦，去識別、評估同埋了解翻就住以下各項所引起嘅洗錢及或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風險㗎。咁包括就係持牌佢嘅客戶啦，佢嘅客戶所來自或者所在嘅國家或者司法管轄區，佢業務所在嘅國家或者司法管轄區，同埋咧佢嘅產品、服務、交易及交付嘅渠道㗎。咁喺進行機構層面嘅洗錢及或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裏邊咧，咁持牌人咧應該咧就要有一啲適當嘅步驟㗎。咁包括就係以下幾項啦，我係要去記錄翻風險評估嘅程序，包括有關風險嘅識別及評估，並且咧輔以質量同埋數量分析，同埋咧從相關內部同埋外部來源咧取得嘅資料。咁另外咧，佢喺決定整體風險個水平啦，同埋應該採取邊一種程度同埋類型嘅風險減緩措施之前呢，需要先行咧去考慮翻所有相關嘅風險因素。咁另外咧，亦都需要咧由高級嘅管理層去審批翻風險評估嘅結果啦。亦都咧同時咧需要咧設有一啲嘅程序咧去確保翻風險評估咧係反映翻現況。咁同埋咧，亦都需要設有適當嘅機制啦，去回應翻處長嘅要求，去提供翻風險評估嘅結果嘅。咁喺呢個嘅指引裏面，另外一項主要嘅修訂咧，就係引入咗簡化同埋加強嘅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嘅。咁持牌人啦，佢咧其實就應該按翻住佢個風險為本嘅方法啦，去實施有效嘅打擊洗錢同埋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咁另外咧，佢呢個嘅制度啦，佢需要咧係要經過高級管理層嘅批准啦。咁咧令到咧持牌人能夠有效去管理同埋緩減翻同佢有關嘅風險。咁另外咧，持牌人咧應該去監察翻佢嘅打擊洗錢同埋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嘅實施情況。咁亦都需要按翻個需要啦，去加強翻有關嘅制度㗎。咁如果持牌人佢識別到風險較高嘅情況嘅話咧，咁佢就應該採取更加嚴格嘅措施去管理同埋緩減有關嘅風險。咁如果符合以下嘅情況啦，咁持牌人可以就佢打擊洗錢同埋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制度嘅性質、規模同埋複雜程度咧，去作出一個簡化嘅。咁持牌人咧，首先就係佢要去遵守翻打擊洗錢條例附表2列載嘅法定規定啦，同埋打擊洗錢指引第2.2、2.3同埋3.2段列載嘅規定。咁另外啦，佢作為簡化基礎嘅較低洗錢及或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啦，已經咧係透過適當嘅風險評估，例如啦，有個機構層面嘅洗錢及或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風險評估咧，去識別咗啦。咁同埋啦，呢一個嘅簡化嘅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啦，就一定要經高級管理層批准啦，同埋咧亦都要不時作出呢個嘅制度咧係一個複核嘅。咁而持牌人呢，佢亦都應該咧去顧及佢嘅業務嘅性質啦、規模同埋複雜嘅程度，以及啦該等業務所引起嘅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風險啦，去實施翻相應嘅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㗎。咁而有關嘅制度咧，應該去包括翻以下幾項㗎。咁有合規管理安排啦、獨立審計職能、僱員甄選程序，同埋持續僱員培訓計劃嘅。咁喺發牌制度嘅執法方面啦，由於咧我哋要確保持牌人有遵守打擊洗錢條例嘅發牌，同埋就住客戶作盡職審查同埋備存記錄嘅規定。
咁我哋咧喺就住發牌制度咧，係建立咗一套執法嘅系統啦，以對持牌人作出監察嘅。咁有以下幾項嘅，就係我哋咧會有一個嘅對持牌人啦，作出一個實地嘅巡查。咁呢個實地巡查咧，可以係突擊嘅巡查啦，或者一啲預約嘅巡查噶。咁另外我哋咧會有機會去邀請持牌人啦，同埋相關嘅人士咧進行會面。此外咧，我哋都會作出一啲嘅桌面審查，就係咧我哋會去審閱翻持牌人提交嘅文件，包括咧每年提交嘅表格 SIS2 啦，令到我哋咧能夠了解持牌人就住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方面嘅政策啦、程序啦同埋措施等等嘅。咁另外咧，我哋都會因應啦，其他執法部門可能提供嘅一啲嘅情報啦，或者當我哋喺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會作出一啲嘅調查，去確保翻持牌人呢係有遵守到打擊洗錢條例嘅相關規定嘅。咁如果我哋發現持牌人咧有違規嘅情況啦，咁我哋咧會因應翻佢違規嘅嚴重性啦，係採取翻以下嘅行動噶。咁包括我哋會向佢哋提出警告啦，或者一啲嘅勸喻信啦。另外，我哋亦都有機會對持牌人採取紀律行動，咁包括係以下嗰3項嘅：公開譴責啦，命令持牌人對違規嘅事項作出糾正啦，及或者對持牌人施加唔多於港幣50萬嘅罰款。咁如果處長唔再信納持牌人嘅相關人士係屬與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有聯繫嘅適當人選嘅話啦，咁處長咧係可以暫時吊銷，甚至咧係撤銷佢嘅牌照，或者咧唔俾嗰個牌照咧去續期嘅。咁最後留意翻啦，任何人違反咗打擊洗錢條例嘅規定啦，佢都有機會咧俾我哋去檢控嘅。咁公眾人士咧，其實佢哋可以咧去翻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註冊辦事處嘅網站裏面執法嘅欄目咧，去瀏覽翻一啲檢控嘅個案啦，同埋一啲紀律行動嘅個案嘅詳情噶。咁接住落嚟咧，我會同大家去分享咧關於書面政策綱領啦，同埋過往我哋同持牌人會面同埋作出一啲實地巡查嘅時候啦，我哋發現嘅一啲嘅缺失嘅。咁首先喺政策綱領方面啦，咁我哋發現咧依然有持牌人咧係冇制定到自己嘅書面政策綱領，或者咧可能佢哋只係咧就攞咗一啲其他監管機構嘅嗰啲政策綱領嘅指引啦，或者啲樣本啦，咁就冇制定翻自己嘅書面政策綱領噶。咁另外我哋都留意到啦，以下啲嘅範疇或者細節咧有時都會被遺漏噶。咁包括係機構層面嘅洗錢及或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風險評估啦，對看似代表客戶行事嘅人進行客戶盡職審查所需要嘅程序及或文件啦，對沒有為身份識別嘅目的而現身嘅客戶採取額外嘅措施啦。另外咧就係根據翻恐怖分子同埋制裁指定名單咧去客戶進行篩查。另外咧就係對客戶嘅實益擁有人進行篩查，去確認佢哋係咪屬於政治人物啦，同埋咧僱員甄選嘅程序嘅。咁至於喺實地巡查方面啦，咁我哋咧都留意到啦，當持牌人啦佢去俾一啲文件我哋同埋記錄我哋去查閱嘅時候咧，我哋都留意到有以下嘅缺失嘅。咁喺風險評估方面啦，就佢冇辦法證明到持牌人咧已經進行咗呢個機構層面嘅洗錢及或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嘅評估啦。另外咧，亦都證明唔到持牌人啦佢有對佢嘅客戶啦做咗呢個風險評估啦。咁又或者咧，佢冇咧去將呢啲風險評估嘅結果咧，去備存翻個記錄㗎。咁至於喺客戶篩查方面啦，咁就發現持牌人啦冇用翻個最新嘅恐怖分子同埋制裁指定名單去進行一個嘅篩查啦，對佢嘅客戶。咁另外亦都冇喺切實可行嘅範圍，盡快根據呢個更新咗之後嘅名單咧，去對佢嘅客戶進行篩查啦。另外咧，冇對客戶嘅實益擁有人進行篩查，去睇翻佢哋係咪屬於政治人物啦。咁同樣地啦，亦都冇備存有關呢啲嘅篩查記錄嘅。咁此外咧，喺客戶冇為身份識別嘅目的而現身方面咧，咁咧就都發現啦，佢除咗
同用戶去進行線上嘅會面，同埋咧就將客戶咧去手持翻佢嘅身份證明文件嘅照片咧去度出截圖之外咧，就再冇用其他額外嘅措施咧，同埋更加嚴格嘅盡職審查嘅措施啦。咁喺呢度都提一提啦，如果持牌人佢哋考慮咧係取得經合適嘅證明人認證嘅文件嘅副本，去減低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風險嘅話啦，咁持牌人要留意翻咧，可以作為合適證明人嘅類別，同埋咧用作核實身份證明文件嘅詳情㗎。咁大家啦可以去參閱翻打擊洗錢指引嘅附錄裏面有關選用獨立及適當的人士以認證識別文件裏面嘅詳情咧，去了解翻相關嘅資料嘅。咁另外咧喺持續監察方面啦，我哋發現持牌人啦，佢冇察覺到原來客戶同埋佢嘅實際用人嘅詳情啦，原來已經改變咗啦。咁或者咧冇辦法去證明到原來客戶佢嗰個資料咧係反映翻現況，同埋都係屬於相關嘅資料嘅。咁最後就係啦，關於看似代表客戶行事嘅人啦，發現咧持牌人咧冇核實到看似代表法團客戶行事嘅人佢哋嘅授權啦，咁亦都冇問到法團客戶咧去取得相關授權嘅文件嘅。咁我哋希望持牌人能夠留意翻啦，上述提及一啲嘅缺失啦，避免將來咧犯上同樣嘅錯誤嘅。咁以下啦都想簡述翻喺2025年啦，我哋主要一啲嘅事項啦，包括咧頭先提及過啦，3月嘅時候咧，我哋已經修訂咗打擊洗錢指引啦。另外喺5月份嘅時候咧，新公司遷冊嘅制度咧係生效咗㗎。咁因為呢個制度咧，其實咧係能夠去便利翻非香港成立嘅公司咧遷冊嚟香港嘅。咁而就住呢個嘅制度生效啦，我哋都更改咗、修訂咗一啲嘅表格 TCSP1 啦、TCSP2、TCSP3、TCSP5 同埋 TCSP6㗎。咁而最後咧，應該其實持牌人咧，應該喺今年嘅7月25號或者之前咧，就應該咧用咗電郵或者郵遞嘅方法咧，已經交翻佢哋已經填妥咗嘅2024年度嘅表嘅 SIS 咧，俾翻我哋嘅。咁持牌人啦，或者公眾人士咧，其實佢都可以咧去翻我哋個網站啦，去了解翻關於呢個發牌制度嘅一啲嘅資訊啦，或者一啲最新嘅消息嘅。咁我嘅講解到呢度啦，多謝大家。